今日要同大家做低拉訓練 ，Let's do it！ 呢個動作可以增強背部肌力，將阻力帶嘅一端固定好，保持合適嘅張力。膝頭微曲，保持上身挺直，捉緊阻力帶嘅一端，雙臂向前伸直，將雙臂向後拉，感受阻力帶嘅阻力，稍作停留，然後慢慢返回開始位置。可根據個人嘅能力同埋需求，調整阻力帶嘅長度，重複以上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頭先做得唔錯喎，記住睇埋其他影片 ，follow 我哋仲可以獲得最新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